叫做咩路啊？朗天路。喺朗天路嗰度有架巴士響轉彎位嗰度撞咗石壆。OK。而家見到1、2、3架係急救係救護車，救護員就已經抬咗傷者上車。咁撞嘅係皇天富苑嘅276 boy， 係我平時每次去上水會搭嘅車。後邊嘅車龍越嚟越長，等咗好耐，所有乘客落晒車，自己行返屋企。傷者安全上救護車，暫時未知有啲咩事，淨係知道做咗石壆，就係咁。現場係天水圍近天慈村附近天朗路報道，改正係朗天路嗰度報道。